其实每天都跟狗相处在一起，那即使我们放假，还是会把狗带回家。每天看它看着我，我看着它，那我们这样很自然就会建立起默契了。Kena我有在让他尝试那个广域原野，就是类似3弹在搜索的，他有考到初级啊，但是你要中级过之后才可以出勤。每年至少会有3场考试啦，所以考试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像一次模拟的出勤。对，那我们可以在那里发现狗的问题，然后回来做调整。这样，它是瓦砾搜救犬，所以地震灾害的时候，那个有房子倒下或是土石流，人被掩埋在物体底下，就是 Casey 出勤的时候。目前它是有通过我们 IRO 组织他们所认证的中级考试。以测验来讲，我们初级是搜索1个人，那中级是2个人，高级是3个人。对，所以依目前它的能力是可以做到2个人的。一直跟他玩，然后放假都回来陪他玩。现在我都直接放假就带回家，他就像我家人一样啊。有很多制度是可以领养，但是 Casey 我一定会把它领养起来。对我跟他是我第1只狗，然后也培养了那么久，对，那所以我跟他感情很好，所以他以后退休了，我还是会照顾他这样。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现今社会也有许多人饲养狗狗。然而，你知道吗？有一群狗狗不止可爱，而且还身负重任哦，那就是附属在消防局特种搜救队底下的搜救犬队。台南目前有3只可爱的搜救犬 Kathy、Kena 与 Tony， 他们都有最好的领犬员朋友，24小时生活在一起，培养了绝佳默契。而且不仅如此哦，他们也都很努力的通过许多考试，成为合格的搜救队员。台南市政府为了给他们更良好的生活环境，也新建了他们的家，即将完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灾害抢救科邱股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灾害抢救科的股长训练股。那今天帮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台南市搜救犬的搜救犬犬队。那整个搜救犬是从10206地震发生完以后，我们积极筹划的一个搜救犬的犬队。那目前我们台南市的搜救犬有3只，分别在 IRO 跟 MRT 的国际考试里面都占有非常好的成绩。那 MRT 的国际的考试里面，亚洲有7只通过考试，那我们台湾就占了6只，那我们台南市就分别占了2只，所以有非常很好的训练成绩。那我们现在在未来在筹划的部分，希望搜救犬有更好的听射，所以在特搜分队的后面有筹划搜救犬的训练场地，还有它的训练的听射，希望把这些东西把它移植到位。那希望搜救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训练的住宿的环境，它也未来可以保护我们的民众这样子。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台湾国防于中日顺以公务安全为主题，先展现领导清洁队本部的会车困难、动线不良、人外道上下问题，加上环境干扰、上多唔甘，这个是队员的休困空间，所以这个替第一线辛苦的队员来清明。这是咱目前队部的环境啦吼，我们的员工很辛苦，工作回来之后要稍微休息一下。这款环境你感觉安尼敢好？这个我跟你报告，上次我去仁德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没有休息室，所以我请他们把那个已经报废的破碎机那个场地呢，把那个报废的那个破碎机呢，把它移除，然后去做这个休息室。所以目前正在整理整建当中，大概是，所以12月底应该可以把它做完。12月底，对，我要当你的这个状况，这个状况是比较临时性的部分，是。这双议员讲到7家花卉园区成立20档3小班共同推出各种经营特色的主题花展，或者成为5会集色的大花园同款。不过议员认为现在不搁再请人，所以以中华采梅农会花卉3小班结合政府主管，一档一档创造3亿的3达为例，进一步要求市府将这列为农业发展的亮点，风华再现。针对产业的部分因为他们的产销班到现在有一点疲乏是因为
我们公部门的介入不深。那要他们这样子自力更生的话，好像他们也是真的是爱莫能助。我也希望我们农业局这边可以做一个妥适的规划规划了之后，这是我们原来的亮点啦。对咱台南市的农业的发展嘛，非常的重要。未来这个亮点，你哪个有法度再生的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啦。我想咱第一期间可以来这边办那个产销的活动啦。另外咱嘛会当请这些产销班的班员呢在我们台南市有这些农特产的展售活动呢，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做行销。另外，有关南关线产业环境，又嘛提出最早的发展策略，还有市长争取台湾观赏鱼博览会，唔但和屏东转美于前。但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克伟表示，万里市场登记以来，伫8年的经营之下，甲地方乡亲已经有真深的感情，而且别方无以趁钱作为目的，而是将利润回馈地方。参照今年特分8万的中央礼金予地方时代，不过现在地方拢相当欢乐，市场一旦中位以后，由财团介入兴建经营。所以透过总预算要求市长徛伫整理法的原则精心评估。万里市场伊长久这是万年店这经营这万年店这是地方的乡亲的信仰中心伊这不是以趁钱为目的啦所以这两者都有差别最近地方为着这中华后这万里市场可能会去这财团标起安尼担忧所以因为财团标起的话甲地方的关系就袂亲像这过去安尼这么的密切啦所以因地方将捍卫这万里市场地方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权利这有鉴于地方对万里市场强烈经营的一个意愿这市长这咱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审慎评估可行的一个方法以无这合法、合情、合理不违反这原则之下这沟通协调解决创造三赢万里市场这部分万里店的王主委嘛已经进前跟他也是有拜会过市场讨论过但是就是讲咱即马在司法性在整个的情况下，我们主观的意愿，当然我个人主观的意愿当然希望说地方来但是在公务员执法的部分，我们希望说怎么样跟地方沟通。市长我是要求就我们这个公部门有那尽量跟因合作啦因为这万里市场对因地方有那有真大的一个帮助啦另外，为了和台南甲澎湖之间中断真久的海上航线恢复，第二湾顶各界催生，总算伫11月20号开始要试营运，并且安排旅行社规划特种行程，都来要用大型的邮轮来带动台南的观光发展。加一项澎湖旅游的选择，也互住伫台南的澎湖乡亲回乡更加利便。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关节合并已经要10档，不过议员蔡秋兰以大北门区为例，这些道路名甲门牌整编到达拢无啥进度，包括麻豆到嘉义的麻家路拢无通过，连北门公所、将军公所的地址拢无。已经影响民众报案、救护车的定位、甲邮差送件，连家己走拖拢找半步，相当不满，要求民政局加速进度。要互你了解讲，咱爱加速咱的路名、道明路甲一寡门牌号的编制，因为咱的动作拢伤慢咱的动作确实有够慢人足济，所以我要请教咱民政局长。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知道路名甲一寡门牌的改变呢？因为咱是爱尊重当地这个居民的伊的这个共识啦。因为你即马若个改门号牌，还是改路名，这拢会影响到伊的权益问题。就是讲伊身份证有可能是会去改掉，所以内底真侪证件伊必须要去更改，所以咱第一就是爱互这百姓伊家己有感觉，有需要，有这个共识。
这内底佫牵涉一个问题吼，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即马咱明年开始就是有 New EID 种迄个做法，就是讲新的身份证要去更改。咱即马上重要就是赶紧来把这道路开辟，这个规划做好。安尼来，咱即马以这个新的这个身份证的时阵，咱就袂造成真大的困扰。另外，议员嘛关心大北门区的建设，认为市场较大拢无啥规划，需要求先设立嘉义活动中心。会中建议伫公务改变的持有地甲国有地来评估设立，希望互当地乡亲有一个休闲交流联谊的好所在。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假消息和错误资讯已经成为现在社会问题的来源之一。为了避免长辈成为假消息的传播者，台南市双子星三冠王有线电视特别举办一系列的媒体识读活动。这次来到安平区建平里活动中心，向里内的长辈进行相关的课程。会中主讲人李家珍除了提醒辨别假讯息的8大要素，也举出各种案例，让长辈了解假讯息并破解它。刚刚有举一个例子是咱有一寡保健的相关的新闻，对不对？教你怎么吃，然后可以抗癌，然后身体健康有无？不过话你刚想过讲，伊讲的这讲有可信度如何？咱若唔知，咱会当去问专家。什么是专家？医生学者等等，医生学者相关专业人士，这些都是专家，我们都可以去向他做请教。有线电视这样的课程安排，也让里长非常的肯定，相信透过这样的课程，让长辈面对假消息时有正确的判断观念。经过我们的双子星过来向我们的民众说明之后，真很让我们民众马上了解讲，也至少会辨别一下这是不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那我们对一些现在网络越来都很发达，那碰到这个一些比较有一些争议性的希望那民众也当先去求证一下，卖随转发出来不然转发出来，假如说这是一个假新闻，那对一些当事者也不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说今天来上这个课程之后，那我们的里面也对这方面有深度了解，那也知道如何再去辨别真假新闻有的辨别不出来，他也不会及时把它转发出去有一个缓冲时间，也当可以明白了。所以讲来办这个课程还是很不错的。这次也安排了有奖征答的活动，让长辈可以复习今天学习到的内容。对长辈来说，这次的课程也让他们充分了解到媒体识读的重要，同时也成为了防范假消息的生力军。对于那个假消息讯息，我本来一概都不知道，听了你们的讲解以后，更加的了解了，也认识到那个网络上的谣言都一定要经过查证，不要随便听信，也不要随便去转发。今天上这个课是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媒体识读，从这里知道很多辨别假消息的方法，还有那个像赖讯息什么这些的。那以后我们不要乱传那个假消息。这次也利用课余的时间指导长辈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让长辈学习更多的新知识。现在政府正全力打击假消息，对此中嘉集团也积极参与，这是落实媒体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双子星三冠王有线电视也会持续到各个社区单位宣导媒体识读，让更多民众可以了解正确的观念。终结假消息，媒体识读赞。记者郭博义采访报道。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南台湾医疗用血液库存基底，尤其是 B、O 两种血型的存量，更是少甲危险的阶段。所以，不管是台南，也或是高雄的捐血中心，拢罕见伫11月发出欠血消息。为了会当补足南台湾地区每天2000滴血液的需求，南部2间捐血中心自顶礼拜就开始呼吁大家捐血救人，得到不少热心民众的响应。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有用到一些人的血就长大后回馈一下这样子，对。寄 email 来通知说要捐血这样，对，2个礼拜就来一次啊，我是捐血小板啊。9月、10月医院的用血量上升了大概是5%左右，那所以造成目前我们的血液库存是不太足够。那当然也很谢谢各位的乡亲，在上个礼拜六、礼拜天踊跃的来捐血。目前的血库的库存是已经有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现在在 B 型还有 O 型的血液的库存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台南的乡亲尤其是 B 型跟 O 型的乡亲伙伴，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到我们捐血中心或者我们的捐血室、捐血车来响应捐血的活动。除了会当前往各区捐血中心捐血，民众也当多加利用台南捐血中心脸书粉丝团，查询行动捐血车东港服务的范围。做伙来满收捐血做功德。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南台湾医疗用血液库存基底，尤其是 B、O 两种血型的存量，更是少甲危险的阶段。所以，不管是台南，也或是高雄的捐血中心，拢罕见伫11月发出欠血消息。为了会当补足南台湾地区每天2000滴血液的需求，南部2间捐血中心自顶礼拜就开始呼吁大家捐血救人，得到不少热心民众的响应。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有用到一些人的血就长大后回馈一下这样子，对。寄 email 来通知说要捐血这样，对，2个礼拜就来一次啊，我是捐血小板啊。9月、10月医院的用血量上升了大概是5%左右，那所以造成目前我们的血液库存是不太足够。那当然也很谢谢各位的乡亲，在上个礼拜六、礼拜天踊跃的来捐血。目前的血库的库存是已经有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现在在 B 型还有 O 型的血液的库存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台南的乡亲尤其是 B 型跟 O 型的乡亲伙伴，可以利用一些时间到我们捐血中心或者我们的捐血室、捐血车来响应捐血的活动。除了会当前往各区捐血中心捐血，民众也当多加利用台南捐血中心脸书粉丝团，查询行动捐血车东港服务的范围。做伙来满收捐血做功德。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紫癜前症是妊娠高血压的一种，伫临床顶面对着有心的人甲囡仔的影响拢非常大的并发症，也是这几年台湾造成有心的人死亡重要的原因之一。发生的几率大概是有心的人当中的4%到5%。除了高血压以外，通常会合并蛋白尿甲水肿的症状。根据这几年的研究显示，如果在有心的过程当中发生过紫癜前症，未来几年来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拢会提高。贵综合病院医师郑宇阳表示，对着高风险有心的人，如果会使伫第一个孕期的时阵配合医生进行预防性的治疗，就会使有效降低紫癜前症可能对妈妈的身体甲囡仔的伤害。紫癜前症呢，其实就是一个妊娠高血压的其中一种。那目前临床上呢，它的一个盛行率，其实在它的一个相关的并发症，其实都在一些生产事故当中，其实是算是名列前茅的。而且这样的一个紫癜前症呢，它其实占了生育年龄妇女大概4到5%之多，所以它的影响其实是相当巨大的。那我们目前临床上呢，其实可以透过一些筛检的方式，去针对这个紫癜前症进行分析，包含像是针对孕妇本身的一个相关性的一些疾病，她过去的病史，或是她现在一些生理特征以及她的一些血压变化。那进一步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像是超音波的方式去分析她的一个子宫动脉的血流阻力，或是呢以抽血的方式去分析她的一个紫癜前症的一个风险评估。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评估方式来了解孕妇她本身到底是属
属于紫癜前症的一个高风险或低风险的族群。那其实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一个族群来说，包含像是如果他过去可能曾经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或是一些慢性的肾脏病，甚至糖尿病等等，那对孕妇本身呢，如果她这一胎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属于一个双胞胎或是多胞胎，或是呢她出现了一个子宫动脉的一个发育的一个不完全的一个状况，甚至呢她过去如果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家族病史，都是属于紫癜前症的一个高风险族群。那我们目前呢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筛检方式，进行预先式的预防式的一个治疗，那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后续研发为紫癜前症的一个风险。医师提醒，有些的人如果本身有一寡慢性疾病，亲像慢性高血压、第1型、第2型的糖尿病，或者是高龄产妇等状况，甚至是亲人当中有得到过紫癜前症，拢是紫癜前症的高风险族群。上好伫有新的初期就到病院做详细的检查。但新闻国无采访报道。一个狗猫仔所住的空间，除了看到因安静休困，有伫房间内软来软去，冒出来热热烧的，参照伫伊家己厝内共款的放松。开始要经营一个猫仔旅馆，规划151间专属的房间，佮需要游戏的空间，无遮尔大坪数真正无法度。而且原本爱鸟头家，就因为感受到伊的猫仔在外口无舒适，所以兴起家己开店，甚至将旅馆当作安养中心的规格来转换为照护。我自己有养了4只猫，在以前的时候，我常常为了工作，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它们。那好几次我去看的时候，每次去看它都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我觉得它的眼神告诉我说它很忧郁。所以后来我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么大的场地，我决定说，好啊，那我自己建设一间好了。希望把木猫做成一个丰富猫咪生活的一个地方，让它来这边不仅仅局限于住宿而已，它可以在这边交到朋友，学到一个新的技能，了解到它的一个现在的生理状况，它可能有什么样的疾病，因为这都是一般主人没有办法给予的。那在做这件动作的同时呢，我们就是希望说，在这住宿的同时，可以提供他一些照护啦、养生的一个方案啦，甚至是课程啦、学习的方案啦，甚至是说做到最后，把木猫当成是一间猫咪的一个照护中心。虽然讲猫仔有地域性的自我防卫，不过头家真有信心的分享，猫仔来大得像交朋友，互相学习，真侪拢是算做伙。而且除了大以外，透过兽医助理的角度来专业的观察，也会替人客发现问题。参照其实猫仔坐起来是尾椎咧痛，其实是有减肥的需求，甚至是手术过后第2期的照护拢一手包办。其实现在的猫常常都有结扎，或者是有一些洗牙啦，其他的一些动作。但是这些动作以后回家以后，我们怎么样打理我们的猫咪？其实一般人没有办法，甚至是不知道、不了解的。其实，在我们木猫，我们不仅仅是住宿，我们要做到的是让它在术后可以过来，我们来做照护。我把它，比如说你家的猫咪刚结扎完，它需要2、3周的一个静养。让我们来做处理，让我们做照顾，照顾完以后开心的回家。更甚至是说，有一些猫是怀孕，然后小猫是出生的哦。从你小猫出生，你这么小只，一般人会顾吗？其实也是不会的。那我木猫一样可以协助大家处理，甚至让这些猫咪变成木猫的小宝宝。它从出生的时候，它已经在这边了，成长到2、3个月，我们接回家，那是很好顾的了，我们不用那么担心了。是这个样子。现代人对宠物拢惜命命，所以猫仔5000只大房市场需求愈来愈被看好。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